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08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87天。这个库尔斯克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乌军是在2月6号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乌克兰似乎向俄罗斯再次推进了大约4公里。这是美国战争研究所他说大概是5公里。据可靠的乌克兰电报频道称，一名朝鲜特种部队军官也被捕，他为乌军提供了宝贵情报。那这个事情就大了，这次逮住的是一个军官普京表示，库尔斯克的局势现在非常困难。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普京安抚库尔斯克州的代理州长，承诺给库尔斯克更多的援助等等，实际上就说明俄军在库尔斯克表现非常令人失望。库尔斯克人盼着俄军把乌军赶走结果赶了半年，乌军还越打越厉。这个法国的国防部对乌克兰的战局给出了一个简报，我们看看法国国防部怎么说的他说，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继续推进其逐步占领的动态，尤其在北线加大了打击和进攻力度，试图将乌克兰武装部队从库尔斯克州苏贾口袋地区驱逐出去。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多个局部地区发动反击，试图延缓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推进，尤其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就是那个红军村他们还持续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战略打击，破坏了布良斯克州、比尔格莱德州以及卡涅夫斯基区多处后勤设施和燃料储备库。那么在东北前线也就是苏梅到哈尔科夫这一线切尔尼科夫在苏梅以东的苏贾口袋地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加大了对上述地区的无人机打击，旨在阻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苏贾的补给和增援。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继续从南北两侧对该口袋地区进行包围。东部前线就是库皮扬斯克到托列茨克，说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巩固了其在德沃里奇纳地区的桥头堡，并继续向博罗瓦和这个恰西夫亚尔推进。南线呢就是扎波罗热到波克罗夫斯克，说库拉霍夫地区仍在发生激烈战斗，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试图在科斯坚丁诺波尔一带形成包围圈。在波克罗夫斯克市郊，乌克兰武装部队通过在科特林和皮什查内地区发动反击，试图减缓来自俄军的压力。说来说去主要是红军村和这个库尔斯克双方打的是难分难解车臣的阿赫迈特特种部队指挥官、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迪诺夫证实了乌军在2月6号对库尔斯克苏贾地区发动了进攻。但是他说乌军本次进攻取得的进展有限，不至于丢掉莫斯科。说车臣部队没有遭到乌军进攻，而是被乌军绕过去了。这个阿劳迪诺夫的话不能信，很有可能他擅自又逃跑。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军阀他在战场上他主要是秀，他要保存实力他不可能真的跟乌军硬拼所以一看到乌军来了他就跑了。地波老人拿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到前线对吧？一是为了混个武器因为以前车臣部队是主要以轻武器为主，他那个装甲车都是警用装甲车，那你说上战场哪行呢？对吧？对付手无寸铁的车臣老百姓可以，你对付乌军那玩意儿就跟铁皮一样。所以他趁着这个到乌克兰打仗，把这些车臣的部队装备给换了一个，混点重装备坦克什么，坦克估计都没有装甲车是搞了一些，他不是打仗去，所以很有可能一看到乌军他跑了。再一看乌军好像又不是冲他来的，那战战兢兢又回去了。然后他说乌军绕过去，这哥们儿说话水平还是很高的。昨天还说了这个阿劳迪诺夫建议俄罗斯人自己夺回库尔斯克。我们看有媒体说俄罗斯士兵在库尔斯克地区枪杀一名俄罗斯本地居民，他声称自己向库尔斯克地区的一名当地居民开了至少6枪。他说是他的指挥官命令他这么做。指挥官认为，为了不暴露俄军的位置，即使是自己的老百姓也应该杀死。这个也太狠了这俄罗斯人不仅杀死自己的老百姓，还用那个 FIB 3000炸弹对这个库尔斯克就是自己的这个村镇居民点城市狂轰滥炸，实行焦土政策、三关政策。这个乌军没炸多少，反而把自己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全部炸掉了。别人叫投鼠忌器这个俄罗斯人没这个担忧。这个俄罗斯人反恐大家都知道吧，对吧？他们的特色就是人质和绑匪和恐怖分子一起消灭。
这样省得麻烦呢。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2月7号，乌克兰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加夫里柳克表示啊，他说乌克兰武装部队约70%的武器装备来自乌克兰国际伙伴的援助，并强调乌克兰从未满足过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全部需求。加夫里柳克指出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以最大强度开展作战行动需要从未得到完全满足。乌克兰国防军在战场上使用的物资约70%是国际援助。加夫里柳克说啊，乌克兰武装部队需要额外补给防空系统、重型装甲车和北约口径火炮弹药。他补充说啊，乌克兰项目开发的远程打击无人机目前正在部分弥补远程导弹的短缺。言下之意啊，就是30%是乌克兰自己生产。英国驻北约代表团2月6日宣布啊，英国将接替美国接力召开拉姆施泰因援乌联络小组会议。这个英国的国防大臣希利啊，将于2月12日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召集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这个会议以前啊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长召集的，来协调开这个会。现在啊，英国人主动的啊承担起这个责任，这就说明欧洲啊已经做好了啊这个美国啊退出，或者不叫退出吧，叫某种程度叫居中调停，然后留下空缺这么一个态势，由英国人顶上。另外啊，这个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就是欧盟啊发表了柏林宣言，这个宣言可厉害了啊！英德法波兰意大利西班牙乌克兰外长和欧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签发柏林宣言。他这个柏林宣言说来说去啊，就是给予乌克兰钢铁般的安全保障，包括长期且可靠的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与欧洲的强大安全密不可分，乌克兰必须获胜。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趋势不可逆转，乌克兰必须赢，俄罗斯必须败。这个柏林宣言呢，相当于给地保老人敲响了丧钟啊。这个波兰总统杜达啊，他对媒体说啊，他说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持，历史问题不会成为援助的障碍。就是俄罗斯他不是老是挑拨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那前一阵子俄罗斯不有一个外交部长提议啊，跟波兰、匈牙利一起瓜分乌克兰，把乌克兰西部分掉，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东部，然后他们互相承认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就没有了。你看提出这样的毒计，俄罗斯人提这样的建议，他是有历史脉络的啊，他是有历史背景。也就是说，乌克兰西部的那些土地啊，本来跟波兰、匈牙利就历史上肯定是扯不清，互相都隶属过，那就是历史恩怨了。你看俄罗斯人就拿这个历史恩怨来做局啊，来离间乌克兰和欧盟的关系。结果你看人家波兰总统杜达怎么说的？历史问题不会成为援助的障碍，就是过去历史上有问题不要紧，我们要继续援助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这个波兰人啊，以前也说过，他们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直到那个就是他们之间也有争议地区啊，得到妥善解决。这个在去年还是前年都是这个态度。现在呢一看不行了，你不能再这样干了，因为美国很有可能要撂挑子啊。美国一撂挑子，你波兰再不使点劲，那乌克兰要输了咋办？所以你看啊，这个撤出，美国一这个做出姿态啊，那个欧洲他马上紧张起来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呢。英国前国会议员、保守党前副主席杰克·洛普雷斯蒂正式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国际军团。你看看啊，这英国的国会议员跑到乌克兰去参军去了。这个哥们儿2023年年初访问了乌克兰，2024年11月加入国际军团。不过啊，这个洛普雷斯蒂先生啊，目前担任专职，他不是上前线啊，他是利用他作为议员积累的技能来帮助处理武器采购、国际关系以及退伍军人和慈善机构等事务。我要支持优秀勇敢的乌克兰人民为保持独立国家地位所做的努力，这是为了欧洲，为了自由，为了公正。如果普京获胜，对世界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你看这英国人啊，不仅出钱，国际上外交上支持，而且他还出人。我们再看啊，这个丹麦啊，现在也出手了啊，丹麦加强对运载俄罗斯石油船只的审查力度。丹麦将加大对经由其狭窄的海峡运输俄罗斯石油船只的检查力度，旨在保护海洋环境和海上安全，防范俄罗斯影子船队中的老旧船只带来的风险。你看人家理由很充分的，对吧？你那破船万一在那个海峡那儿又沉下去了，那不又造成污染吗？他不在刻赤海峡那儿就已经造成污染，到现在还没处理完，人家这个理由非常合适。
丹麦海事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开始对停泊在斯卡恩港外不能被视为无害通过的船只进行所谓的港口国监督检查。这些检查将确保船只遵守海上安全、环境保护和海员权益等方面规定。该局称这一举措是为应对更多老旧船只经过丹麦水域运输石油的情况。此前，丹麦仅在船只停靠港口时才进行此类检查，而影子船的邮轮很少停靠港口。这对丹麦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就是丹麦原本它有一项条约，就是容许船只自由通过丹麦海峡，那也就是俄罗斯的船无论它运什么可以自由的通过这个海峡。但是丹麦把这个政策改了，对吧？你的船即便不停靠丹麦海峡的港口你路过也不行，也要检查。这不就是掐地保老人的脖子吗？这么明显。这个英国的小报每日邮报号称取得了一份泄露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据称该计划由特朗普提出，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他的计划4月20号复活节之前实现停火，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乌克兰将承认俄罗斯对其控制领土的主权，并从库尔斯克地区撤军，将设立非军事区，欧洲部队将在无美军参与的情况下管控局势。未来10年，欧盟将投资468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重建。谈判时间安排是2月初，普京与泽连斯基进行电话交谈；2月底到3月初，普京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4月20日实际停火生效，5月9日公布所有协议，乌克兰解除戒严和动员。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乌克兰将在2030年前保持加入欧盟的进程。这个所谓的和平计划，那就是乌克兰投降计划。这个所谓的和平计划由每日邮报披露出来。我想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测试风向，甚至都有可能不是特朗普的什么所谓的和平计划，而是有人故意的先造谣，逼着特朗普政府辟谣。那个有人说了，在这个德国什么拉姆施泰因会议上，这个凯洛格来公布特朗普的和平计划。这个凯洛格马上向媒体辟谣，说这个没有和平计划，和平计划由特朗普亲自宣布，什么时候宣布他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咱们在媒体上看到的这所谓的和平计划，不是乌克兰就是俄罗斯，要么就是美国，他们放风试探风向。你看这个凯洛格今天又换过来说法了这特朗普俄乌问题的特别代表凯洛格在纽约邮报采访中，他对记者说他说特朗普计划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翻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准备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以阻止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凯洛格指出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按10分算，那么现在制裁才到3分。他强调说制裁措施有很大的加强空间，给俄罗斯的痛苦如果按10分算的话，现在只给了3分痛苦，下面要加倍了给了6分痛苦。说尤其在俄罗斯的能源里，他提到针对能源领域的制裁力度可以翻倍，从而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凯洛格强调，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以结束乌克兰的冲突。他指出，和平需要基辅和莫斯科双方都做出让步。凯洛格强调，鉴于俄罗斯愿意参与长期冲突以及其历史上对消耗战的倾向，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和平。他这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历史上就包括苏联就特别善于打这种被动的防御战，就他能持久，然后撑到这个对手疲惫不堪的时候，他再反攻。这个苏联沙皇俄罗斯以前老干这事，就这意思就是他们更倾向于打消耗战。他说，凯洛格指出对俄罗斯来说，这有点像军事行动中的 DNA， 你基本上是在打一场消耗战。如果你回顾历史，你永远不想和俄罗斯打消耗战，他们习惯于这种模式。他说6个月时间，他们甚至都不会眨眼。所以压力不能仅仅来自军事方面，也是光军事打击不够，还得制裁。凯洛格还强调说，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讨论可能的措施以结束冲突，涉及政府关键成员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凯洛格称这种做法为全政府方式，强调解决乌克兰冲突是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那俄罗斯什么态度呢？随着人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何时会面的猜测越来越多，俄罗斯外交部要求美国公布如何结束乌克兰持续冲突的计划。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扎哈罗娃呼吁特朗普明确概述美国将在谈判中所
所扮演的角色。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莫斯科的立场将基于华盛顿为解决冲突所采取的具体步骤。扎格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于美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或可能发挥的作用，我再重申，一切都将取决于具体行动和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中所体现的计划。这个俄罗斯人呢，脸皮真叫厚啊，这叫强盗逻辑。就是俄罗斯人这意思就是你特朗普别再卖官司了，有什么计划赶紧说出来，对吧？什么时候跟咱们总统普京见面啊？别在那儿遮遮掩掩欲擒故纵，对吧？你公布一下啊，如何结束乌克兰持续冲突的计划。你说这个是不是叫强盗逻辑？就不要脸他妈给不要脸开门，不要脸到家了。你结束乌克兰持续冲突，你撤军就行了，你把俄罗斯部队撤出乌克兰领土，你这个冲突自然而然就结束。俄罗斯人现在是明显的迫不及待啊！我早就说了，这个实际上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啊，恐怕就盼着和谈了，他自己停不下来。大哥要面子，得有人给他面子，他的借坡下去，没人给他个梯子他下不来。所以现在啊，特朗普伸出了橄榄枝，模棱两可的表态，又要跟普京见面，又要和谈，又要停火。所以普京一把抱住大腿，别跑，这回可逮住你。这个2月6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叫斯卢斯基表示，说俄罗斯总统啊，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你看把俄罗斯人急的，特朗普和普京的会见进入高级阶段了，现在就是筹划呀。高级阶段就是什么时候见还不清楚呢。据他称，此次会晤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举行，说具体时间可能是2月或3月。斯卢斯基指出啊，即将举行的谈判需要进行严肃的准备，而这些准备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展开。这叫自说自话，人家美国人还没说话，他就已经准备好了要跟特朗普谈了。就说来说去啊，就是这俄罗斯人呢非常矛盾，一方面急着要停火，因为他耗不起了；一方面他到嘴的肉他也不想让，他也没法让，矛盾的心态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洛娃会见了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凯洛格。你看看啊，也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人啊，已经跟那个凯洛格碰面了啊，接上头了，说啊，我们与特使及其团队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个泽连斯基说啊，他说俄罗斯并不旨在结束战争，相反，他计划在2025年的春季、夏季或秋季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这是泽连斯基在对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的。泽连斯基警示称啊，俄罗斯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军队，并补充强调，这绝非空穴来风。泽连斯基表示啊，你们会见证普京将不遗余力地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他会想一切办法激怒他们。这个卢卡申科啊，连任总统啊，也再一次为白俄罗斯人民服务，也是坐在火上烤啊。我想卢卡申科内心啊，不想跟迪波老人绑得这么紧，因为这个船迟早是要沉的，卢卡申科还是要给自己找后路啊。但是在迪波老人的威逼之下，卢卡申科的选择有多少呢？所以这个人进退两难，现在是左右为难，是跟迪波老人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走向他的歪脖子树，还是说留有一条后路，以后好跟这个西方跟欧洲啊谈判，放他一条生路，确实不好选啊。2月7号啊，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会见了，或者叫对吧，召见了总理米舒斯金。哎，这俩人到一起啊，又是一顿吹啊，互相打气啊。这个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说啊，俄罗斯加工业产值增幅高于预期，为 8.5%， 俄罗斯经济创造历史新高，2024年 GDP 增长为 4.1%， 说包括机械制造在内的多个产业的产值呈增长态势，增幅为 10%到 20%。但出口规模有所下降，2024年前11个月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8.4%， 服不服吧，对吧？印度啊，这些牛马累死累活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5.1%。 哎，人家俄罗斯打仗，对吧？一边跟乌克兰打着仗，一边人家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8.4%， 就问你服不服？说实际工资增长 8.7%， 国内失业率为 2.3%， 这数字多漂亮。普京表示啊，2024年经济发展成果是令人满意的，2025年应该是经济平衡发展的年份。当然了，这个普京和米舒斯金两个人呢，也不全是互相吹捧啊，也要说出一些隐忧啊。这个普京啊就指出了隐忧啊，他说啊，当前的通货膨胀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啊，今年我们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保持平衡增长的重要。确实是啊，虽然俄罗斯人
实际工资增长了8%，但是通胀是9.几10%啊，那合着俄罗斯人实际收入还是在下降啊。就你工资没有土豆价格涨得快呀，对吧？你买土豆也买少了，鸡蛋也买少了，黄油也买少了。普京也表扬啊，他说啊，联邦政府的工作令人满意，不错的结果。俄罗斯经济增长是集体劳动和企业效益的结果，互相报喜不报忧吧。实际上呢，俄罗斯预算中的石油收入降至近1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全球油价下跌，同时向俄罗斯炼油商支付的费用上升，1月份俄罗斯国家预算中的石油收入几乎到了年度的最低点。彭博社报道说，根据俄罗斯财政部周三发布的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说石油税提升至58亿美元，较2024年1月有所增长。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上月政府向汽油和柴油生产商支付了1560亿卢布，以供应该国市场的燃料。这一数字创下过去5个月来最高支付记录。也就是说俄罗斯还要给石油、汽油还补贴，这些1月份支付的补贴约合15亿美元以上的，目的是保障国内市场汽油燃料的充足供应。与此同时，俄罗斯卢布的平均汇率跌至1美元换 102.47 卢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 13%。这一汇率变动有助于提升以卢布计算的预算收入。都是些数字游戏啊。石油收入啊预算降到最低点，但是这个还没有止住啊，还要降。我们再看一条消息啊，这是莫斯科时报2月5号报道的。他说，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签署命令，要在图们江原铁路桥的下游500米处就是1里处修建一座新的公路大桥，预算9000万美元，由俄罗斯和朝鲜双方共同努力建造。这项工作将在两国之间同步进行，就是一个从河这边修，一个从河那边修，同步进行啊。计划完工时间是2026年12月31日，似乎还挺着急的，要快马加鞭的。这个桥为双向4车道，桥长647米，高度8米左右，连续2桥结构，桥墩跨度不详。由于江面本来航道就窄，那这个就是堵上加堵，增加了船只出海的难度。以前300吨的小船勉强能通过，那现在呢，差不多只有皮划艇能通过了，也就是图们江彻底的断航。这个黄俄、加特老师、胡一信老师、维维老师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事。我认为他们可以先说这是谣言，当然了，这个是莫斯科时报报道的，不知道真假但我想俄罗斯人是干得出这事这个微博的智算搜索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俄朝图们江大桥，最近有关俄朝图们江大桥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座桥梁不仅是连接俄罗斯和朝鲜的重要交通设施，也是关乎大国东北地区能否顺利通往日本海的关键节点。2月5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签署了图们江上建设新的铁路桥的命令，位置选在现有铁路桥下游大约500米。他说，这项工程已经讨论了近10年，预计建成后将大大改善东北地区物流运输状况。他说，然而现有的图们江大桥由于设计较低，导致大型船舶无法通过，严重制约了大国船只进入日本海的能力。早在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明确规定，大国船只可以在图们江自由航行至海洋，但实际上因为桥梁限高和其他技术障碍，只能偶尔放行小型捕鱼船队。俄罗斯方面提出了诸多附加条款，也让实际操作变得更加复杂。我记得迪波老人到大国访问的时候，当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要跟司令官协商解决咱们图们江出海口的问题。结果商量去给你来了个双保险，旧的桥没拆，前面给你再加一个桥，完了这个桥更矮，只有8米高。这就是俄爹干的事情。俄爹和好兄弟做的事情，黄俄怎么解释呢？即便这个是谣言，那迪波老人在大国的时候承诺要回去解决这个事情，那到现在快1年了，啥动静没有？这不是耍大国吗？这些黄俄眼瞎耳聋，就是俄爹怎么虐待不要紧，对吧？那是咱们内部的事情，咱们一致对美帝就好了。我记得胡一金老师说过他比较过俄爹和美帝哪个更坏胡一金老师说俄爹对我们坏
外那是过去，我们现在的敌人是美，我们之间竞争，对吧？影响了大国的经济发展。那你现在看看，俄爹把图们江给你堵住了，哎，一个桥不够，给你再加一道桥，就是双保险的，一个锁还不够，给你再加一道锁，这难道不是现实的影响你的经济发展吗？所以说啊，只要头脑清醒的，稍微有点脑子的，就稍微有一丁丁脑子的，都应该赞成啊，这个大俄被解体，对吧？真正的实现普京的诺言，给他20年，还你20个俄罗斯，不要拦着普京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